餐正常每个房间都会给2张房卡，啊，听得懂哈？还有哈，我们明天早上记得要退房哈，我们只住1个晚上，然后明天晚上住的酒店也只住1个晚上，啊，不要明天上完车行李没拿，哦，尴尬了哦，懂吗？好。然后明天早上我们可以是先去吃完早餐，再去前台退房卡，是这样子的情况哈。然后因为房卡我还要交押金的哦，是我自己出钱哦，麻烦你们明天一定要记得要去退哦。O 不 OK？ 好的，行 ，Thank you。我哋自己做。幾點啊？幾點集合？幾點退房？幾點鐘退房？我们我这边打算是明天早上8点半出发，我们8点半之前就上车，好不好？哦，8點半。对对对，8点半出发，好。明天早上应该车程要2个小时才能到土楼那边喽。我们明天就会上车睡睡觉，或者听我唱唱歌，要不要？喂，嗱，聽日朝頭早咧就酒店7點鐘有早餐食，咁樣我哋咧就係8點半退房，即係8點半咧將啲行李啊同埋伙食全部落過嚟，拎晒上車，收唔收到？記得執齊晒啲嘢，因為輕晚嘅酒店又唔同噶啦，晚晚唔同酒店啊。嗱，至於嗰度酒店入邊注意嘅事項啊，有乜嘢咧？我已經發咗落群組嗰度噶啦，你就開翻群組望一望，應該你所有人都會有。有邊個係冇回鄉證要收啊？要收回鄉證。那个证件是叫啥来着？麻烦你拿个袋子。回鄉證。小心哦，小心小心。可以。袋子要。我收晒先，收晒。好的。哎呀！回鄉證，今晚住酒店。回鄉證啊，啱啊！我俾個身份證我啊。来啊，各位哈，因为大家都是拿着证件出来，哈，然后因为我们等会在酒店办理入住是需要点时间的，所以我是想着说，我们等会各位拿完房卡之后，可以先回到房间里面，啊，他前台去办理是需要点时间的啊，我们可以隔1个小时，我让何先生下来。麻烦一下何先生下来，专门把你们证件拿回去，可以吗？因为是因为他们那个酒店办理这个入住是需要点时间，所以我上周我先把那个排放表给你写清楚，然后。您先把证件放在前台，差不多隔60分钟，您在下午找前台拿就可以了。这样子的话也是不用说放在我这边。啊，这样子你看可以吗？你 forward 俾佢啊？你 forward 俾佢試下。